我看见过他们在对我笑，我吃过他们亲手做的面，但我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们都死在我面前，我一个都救不了。其实我之前就说过，这次的任务要比之前难很多，这是对你的测试和锻炼。我也说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通过测试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正式的搭档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做这些任务有意义吗？在你眼里，只有救人有意义吗？对，因为人命关天，生死的事情我们没有权利改变。所以呢，那么多人，我一个都救不了，那我去干嘛？我做这些干嘛？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生死的事情，但还有很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。待会儿吧，你先走吧。你在这儿，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。陈老师，对不起，我没地儿去，还是你走吧。